现在副总统赖清德伫担任台南市长的时期，积极打造台南成为文化城市。3月6号，伊倒来台南市参与各项的活动。伫手描天团的新册发表会当中，伊也特别伫致辞的时阵强调，希望透过安尼文化的力量，让台湾人会使团结做伙。过去我非常感谢大家，让我有机会担任这个城市的市长。那其中呢，我一项重大的政策就是希望将台南市打造为文化首都，就是希望让台湾每一个人来到台南知道台湾，让台南市民感到光荣，让台湾人产生认同，这样才有可能团结，团结才有可能因应台湾所面临的各种内外的挑战。那有些人会问说，台南市为什么敢自称是文化首都？我们不是只有台湾第一个城市而已。其实我们的文化真的是非常丰富，然后历史的纵深也非常的深。别的不谈，我们光谈今天守庙的文物可见一斑。台南也马上就要迎接建成400年，民间甲政府拢积极为2024年来做准备。亲像手描天团安尼保存台湾重要文化的方式，也是值得其他的庙宇来学习的。期待有更较侪庙宇会使加入传统文化保存的行列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